来是台中，嘛去互谣言来困扰，传出讲每一区菜市仔的摊商3月初招团去土耳其游览，一直到这个拜一才来回国。有不少的民众听到消息，拢唔敢去菜市仔买菜，讲这个生意大落5成。市场这个自治会会长出面来解释，讲这个菜市仔附近的店家确实是有4个人去土耳其，但是因拢唔是伫菜市仔底咧摆摊，而且4个人拢配合居家检疫，并无出门，嘛无做生意，请咱台中的乡亲唔免惊。原本人客人的菜市仔，即马煞加真冷清，摊贩是油头甲面，唔知影要安怎较好。甲咱遐卖2碗尔。系啊，这两卖2个空碗呢啊，半外块咧。逐工拢无位好坐啊。啊，今仔日拢无人啊。系啊，无人啊。菜市生意遮尔歹，是因为有人伫咧群组讲有5个摊商去土耳其游览，前几工啊带回国，而且出去佚佗的人开什么店、卖什么物件，拢写甲真清楚，致使大家拢唔敢来买菜。其中有一个被指名美容业头家娘，感觉真冤枉。我根本就没有啊！干嘛把我的那个商号也出来？是说5个啊？我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去土耳其啊！我每天都在这里做生意啊。主题会会长讲，附近的商店业者确实有4个人去土耳其，但是因拢无伫菜市仔来摆档，而且嘛拢伫厝无开店。人拢伫遮过年，阮遮4、5个去尔。啊，这4、5个是拢咧创啊，甲咱摊商遮没有关系，因就住伫附近的大户呢。主题会强调是误会，但是为着互大家安心，也是要求摊商拢爱挂喙罨，嘛讲每过2天市场都会彻底来消毒一解，降低传染的风险。